这有人从这个台北市网站顶头写讲，啊若变做上海市区公所的字啊，敢讲这个网站是去互对方统一了吗？哦，这是前立委高嘉瑜，伊讲民众啊检举才翕起来的。但是针对这个情形，台北市府的社会局连续2件发布新闻来回应讲，完全无这件代志啊，是有人故意。将这个网站先翻译做外国文，翻译做外国文，佮转转来中文，就变做这款的结果。这是自动翻译的问题，去有心人士来利用，故意制造紧张啊，决定要对高嘉瑜提出告诉。前民进党立委高嘉瑜提出截图，伊接到民众投诉，想要领中用的礼金，也毋过网站顶管所看到上海市区公所的字。这个台北市府敢讲是响应习近平强进统一的政策。台北市政府提出报案单，表示看到高嘉瑜文章内底不实的文字，社会局的局长提出刑事告诉，而且发出声明，经过查证，网页后台系统毋捌有上海市区公所相关的文字记录，是网站翻译设定的问题。若是将正式文字改做俄罗斯文，再个改动的中文才会出现，认为是有心人士利用，或者是调工改图造成误会，已经提告。那我们先以所谓的一个伪造文书这边来了解。那如果说今天是有人刻意的这个所谓的入侵的话，那我想我们还可以加告这个妨害电脑使用罪。我们也希望高姐她应该要能够来致歉才对。手机曾经开启自动翻译功能，就有可能在开启网页的时候启动自动翻译。只要善尽告知的责任就好了，不要把这些民众都当作是有心人。所以台北市政府今天的做法，才是对于民众的诬告。双方的态度拢大清嘅。高嘉瑜强调，首先是手机啊开自动翻译的时，台北市都可能会互翻做上海市。双方虽然讲一套，恐惊敢若会当就反应对峙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